甲送出去。昨读到1633年4月15日吼，主要是因决议讲，袂使卖枪，袂使进口枪入来台湾吼。好，4月16，继续看来。蒋克群打9号出航前往澎湖，要去载石头转来厝底。4月20，有北风继续吹来。4月21，风力开始减退。4月22，有一只洋客船叫做垮贝，伫咧14天前载400担铜、160包米，甲3000两银，对长冈崎出航。5、6天前遭遇暴风，以致需要甲差不多，根据因所讲啦吼，需要甲约差不多140担的铜以及120包的米弹出船外，因为迄只洋客船继续入水吼，而且后甲帮大部分拢去冲走，无通行证。日本甲荷兰的通行证拢无，也无炸任何批信。就是一只可疑，可能是走私的即个洋客船吼。4月23，新仔商人叫做悉尼啊吼，伫咧本国个12日对厦门坐伊的洋客船来到台湾遮，来见议长阁下以及几个议员。按照伊的说明讲，新仔的国王的议会决议，并且坚决定要继续批准6只甲8只的洋客船载各种的商品，继续来通航台湾。3对咧，就是咱的船不得伫咧西南沿海来出现，更加不得想要去遐出现，相关意思吼。并且决定讲要对西南运河来互公司的船只，拢必须要纳税，互该国王陛下，就是讲西南皇帝啦吼。每一只商船必须要缴纳什么税，爱什么税金啦吼，爱缴纳什么偌济税金，上前拢写伫咧附件，伫咧收到物件伊的委托书的页本内底。好，对此提议，阮答复悉尼啊讲，西南的大官决定要发通行证互生理人运各种的货物，以及各种公司所需要或者是所想要伫的物件来台湾，互阮感到欣慰。若是安尼，则阮也袂派阮的荷兰船或者是洋客船去西南沿海，愿意留伫咧台湾。只是遮尔侪年来，阮毋若写批，也当面西南的大官来请求过，拢讲会运互阮所需要的货物来台湾。只要公司有偌济资金交易，就会运遮尔多的货物来，啥物人拢毋免惊。荷兰人真容易就会搁再派因的荷兰船去西南沿海，而且搁爱阮住伫咧台湾遮的阮吼，每一年承担阮城堡即个
庞大，庞应该是读做庞啦吼。庞大诶开支甲负荷诶阮，纳付税金互希腊诶国王，全世界都无即种惯例，也毋捌听过。这写甲无介清楚。话题就是认为讲安尼要求无合理啦吼。如果阮伫伊国王诶土地上也有阮诶要塞，就像葡萄牙人伫马卡奥安尼，迄当阵要叫阮纳税，就有道理啦吼。即写讲住伫台湾诶阮，又挂符吼，内底讲，即个台湾并毋是伫个希腊国王诶领域内底，或者是法令之下吼，所以要叫阮纳税金实在是无理吼，意思是安尼。请伊诶主人甲所有诶大官拢毋免犹豫，只要甲阮所需要货物充分运来台湾，阮就袂想要派船去希腊沿海。颠倒是，如果若是讲阮伫遮无贸易会当享受吼，一旦荷兰船甲对巴达维亚抵达吼，对巴达维亚荷兰船驶到遮，阮就会又搁率领迄寡船，就是会带迄寡船去希腊沿海啦吼。安尼答复了后，死领就辞别离去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要叫阮船驶过，就是安尼，就是恁爱甲货物载过来嘛，安尼阮就袂驶过去吼。啊若无，为虾米都爱听恁的吼？意思就是嘛是生意往哪照做，大家爱顾巴肚吼。424，有一只希腊人的撞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厝地，报告讲，伊伫个该漳州河外拄到一个名叫做 Chapsika 的希腊人。伊早捌是海贼将兵的队长，对伊遐得识，对伊遐知影讲，伊率领3只撞客船，伊是迄3只船的领袖，要去海贼老乡遐帮伊对抗官员一官，因为 Augustine 就是希腊的卡比坦的囝吼，加必丹的囝，以前伫个台湾大过，带领几个希腊人以及超过100个日本人对那加萨基甲萨摩原来是日本啦吼，日本的这个应该算州啦吼，州名。这2只撞客船出海抢劫，目前带领差不多20只尖尾的撞客船，伫个北方福州河和沙亭中间咧抢劫，所以伊伫到接获老乡的答复以前，要去含因合股来抢劫吼，要同齐要做抢劫的代志吼，做海贼啦。即篇就是讲一个海贼叫做 Chapsika 的代志吼。4月25日，三卦是公司伫个那加萨基的军枪，做军的即个师傅啦吼。三卦的撞客船抵达厝地，旧年捌去过巴达维亚，
伫个16日进前，伫个16日进前对遐应该是指Nagasaki 出航，载有差不多300担的铜，100包的米，含估计是2万两银。船顶有100个新仔人，像减价，头前这是讲啥？头前好，无载任何的批示，也无荷兰或者是日本的通行证。上述3罐的后生证实上述关系 Augustine 的消息。过来是4月26。电脑就慢。好，4月26，用客船归人号对偏湖载石头转来取地，商务员 Hackendunk 倒船转来报告讲，迄天天气真好，对庙员道王岩岛员，这应该是岩嘛吼？我查一下。岩岛湾，岩啊是盐的款，盐甲盐拢会使吼。其实这里应该是含岩石吼，会对一个石头，这里岩石应该是共一字啦吼。一个古早写法安尼尔，所以迄个岩石的岩会当读做岩，或者是盐吼。到对，遮对，即只船对庙员道王岩岛员，但是迄一暝却狂风掀浪起来，就是风影就大啦吼，互船头的车桅完全压制去，落出船外。倒尾后，煞来前桅也对 Vistula 顶面4、5尺悬的所在压制去吼。这个 Vistula 是啥物件？讲是渔夫啦吼。此处是指桅杆顶的即个鱼无帮吼。鱼无帮是啥物件？查一下鱼无帮。看袂出鱼无帮啥物件。鱼无帮是啥物？
即嘛即 Google 找到鱼尾帮含船无关诶，含火车有关诶。好，咱过去。好，转来历史车吼，讲即只船对庙园西对岩岛湾的时阵，拄着大风吼，靠足大风影，结果船头的车尾压止去，即个鱼尾帮顶头4、5尺悬的即个所在，迄个前尾嘛压止去吼，沿着船落落来，就是压止了落落来，无人着伤，逐个拢认为讲无价值去修复迄只公司的用客船吼，无修理无价值啦吼，因为拖起来清洗的时阵，发现棱骨和木柴棒拢已经完全朽烂漏水，恐惊是无法度驶转去台湾了吼。这是迄只叫做过人号啦吼。下晡有一只容客船对漳州河来到此地，载有米、盐甲杂碎吼，带消息来讲，官员一官和伊的兄弟伫数工前，几工前，捌伫广东河甲海贼老乡见到。上述的海贼送去了差不多13只大容客船和20到25只小容客船，以及无法度孝顺的真侪人员，因为退潮吼，就是海流咧退吼，退潮的时阵，退潮的时阵，互伊的船队靠浅吼。所有登岸想要逃亡的人，拢去互当地的即个居民来抬死。老乡家己是坐车这个舢板吼，流落去该河，伫遐以后村的兵力差不多100只的小型客船，渡出了迄条河，应该拢是讲漳州河吼，往南方退去。一竿大概是算是差不多1000人和7、8只的容客船。当一竿前往遐的时阵，老乡拍算讲要出其不意，要趁因伫咧准备和水船的时阵去偷袭伊。但是一竿接到情报，所以命令伊的兄弟死下，带领一支船队对另外一条小溪驶出港外，等因起来了后，对后面来追击因，情形就是安尼进行。因此，所有入去遐的人，除了真少的几个，拢去互活掠或者是去互刣死哦。这是你讲，搁再一次讲，一竿和老乡的见到吼。4月7日，有3只容客船出航前往西那，挽着去的因兄弟，这是毋是阁是大细船哦？还是牛仔吼？毋知吼。反正就是变着去的因兄弟吼。岩白的兄弟以及西那商人Sydney拢坐船转去咯。然后2只容客船载盐对西那沿海来，证实上述关系着一竿的消息吼。就是前一篇所讲的一竿的消息，得到搁一遍的即个证实吼。4月30日，无特别的事透北方。好，5月。歹势，我摕一下水来啉一下吼。
好，1633年5月，我若记几粒工吼，记甲甜甜。1633年5月，有5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希腊，有强烈的北风。再来是4日，继续吹北风，透北风了吼。5月5日，容克船库板号载舰去平湖，互快艇遣盘号以及容克船淡水号甲打狗号。5月6日，容克船淡水号对平湖运石头转来。5月7日，有6只容克船对希腊沿海来，容克船打狗号对平湖运石头转来。伊伫咧昨暗伫咧东南岛，东南岛是平湖的东结束吼，东南岛的东边差不多3海里的所在，含快艇遣盘号分散。这读过就好吼。5月9日，无值得记载的事，有北风。5月10日，今仔早起的时阵，看见快艇遣盘号伫咧北平沙洲区外面，伫咧阴暗来到港外停泊，捌有5天伫咧无风的状况飘航。5月11日，有北风，下晡风力减弱，快艇遣盘号入来城堡头前停泊。5月13日，游园是北风，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芒港。5月14日，牧师Robert Junius 对新港寄批来讲，伊确实知影麻豆社的酋长是安怎讲？麻豆社的头目啦吼，酋长我查一下，酋里面怎读？手机也要无电。球有2个音，一个是游，一个是收吼。酋长、酋长吼，就是头目啦吼。麻豆社首长 Takaran 甲每一个人讲，伊坚决定要解冻该社其他的几个人，像新港社的戴卡以前所做过的安尼，来做留日本的希腊人的用迄阵前往日本。即个留是啥物意思？看无吼？要坐船，留伫咧日本的希腊人的用客船吼，应该是安尼吼，前往日本。
为此，航行所需要的酒以及其他需要准备的物件，拢已经收集校正准备好啊，而且伊真5万，并且极为感情用事。住伫个网港掠鱼以及交易的新仔人，以及伫遐附近出入的新仔人，摕有公司的通行证、许可证和管中权杖。杖，扎一个杖。中吼，中，或者是丢，或是中。但是关中这物件，台语是袂安尼讲吼。我嘛是读空主班尔啦吼。我看有台语有啥物讲法。无，我来，好啦，这人格好啦，这无遮重要。就是讲迄个叫做摩道社的首长吼，摩道社头目想要去日本吼。代志拢准备好，瞧好啊吼，物件拢准备好势。而且伊真5万以及感情用事，住伫个网港掠鱼甲交易的新仔人，以及伫个附近出入的新仔人，手有摕公司的通行证吼、许可证甲县中的。依着因来勒索进行捌查过吼，我袂记怎个讲吼。勒索，好啦，我搁查一遍。劫人的钱吼，叫做劫，或者是勒索吼，就是即勒索2字的即个读字音嘛吼，勒索。劫就是勒索吼。依着因勒索金钱以及其他的物品，迄寡无通行证、许可证或者是县中的新仔人，若互看到，伊着夺取因全部的物件吼。这是伊个牧师 Robert Junius 对新港寄批来吼所讲的代志。算报马啊啦吼，甲荷兰人讲，即个头目要去日本啦吼，物件拢传好啊。住伫个网港掠鱼甲交易的新仔人，以及伫个附近的新仔人，摕公司的通行证、许可证和县长，伊着因勒索金钱甲其他物品，而且迄寡无通行证的人，若互伊看到，伊就夺取因全部的物件。这是你讲迄个摩道社的迄个头目哦。好，继续看咧。5月15日，今仔载有一只细只容克船叫做참배来上馆头前停泊。
是伫咧20工前对萨摩出航的。我看萨摩日本话要安怎讲吼？萨摩是古早日本的一个藩国啦吼。沙兹嘛就是萨摩吼，沙兹嘛。讲有一只细只种客船叫做千倍吼，来相关头前停泊是伫20工前对沙兹嘛出航，船顶有18个西那人，甲4个日本人。是读做沙兹嘛？还是对沙兹嘛 ？OK， 讲即只细只种客船吼，20工前对日本沙兹嘛出航，船顶有18个西那人甲4个日本人吼，仆役吼，仆役啦吼，就罗卜啦吼，再有20包日本米。根据该船船长所讲，还佫载有1700两银甲其他的杂货。因为接报，迄只船伫咧去年伫咧中国沿海抢劫，并且伫咧沙兹马出卖了700担以上的青丝。加上该船所在资金不足，或者是完全无可能交易，以及其他条头啦吼，征兆吼。议长阁下含议会来决定讲，要将迄只用迄船严密监视起来，听候检查。就是迄只细只用客船叫做千倍吼。好，继续答。5月17，无特别的事，好天透北风。今仔日好款的用客船对南方载1000张绿皮含24张水绿皮来要互公司吼，即个叫做好款吼。4月18，5月来歹势，5月18，有5只用客船出航前往时呐，所在货物有铜、一寡护照以及一批咸鱼，透强烈的北风。时间10点过7分。5月19，议长阁下含议会决议，要准备第4只用客船，用来开动快艇遣板号去南澳顺益听候船只对巴达米亚来的代志，决定要取消吼。头前写落长期，意思要取消啦。但是其他的船只爱装备搁较侪人，一旦快艇遣板号换好桅杆会当出航，就要开动用客船淡水号、打狗号和库板号。伫咧商务员阿布拉罕戴克的指挥之下，迄只快艇装备40个荷兰人，用客船淡水号装备20个荷兰人，打狗号和库板号各装备18个荷兰人，并且带4个月的粮食，4个月份的粮食，出航前往马卡奥，伫
伫遐要留甲8个队，并且决议讲关系魔导社的首长塔卡兰的计划以及其他的行动的代志。即牧师 Robert Junior 伫本9月14号写批甲阮讲的迄寡情形，要设法阻止伊前往日本，但是也无爱甲因引起战争，要用其他的办法来阻止伊。阻止伊前往日本啦，吼！阻止即个塔卡兰，吼，摩托车的即个头目，一直到阮的船只对巴达维亚抵达此地，并且决议讲关系旧年要前往日本，因为战方无法度前进，所以伫个旧年9月航来此地的迄只暹罗的容克船的船长，要按照旧年12月20日的决议，不准伊以及迄寡已经搬来此地的货物，以及其他人离开此地，共款是对日本来的留伫日本人的希腊人的容克船也不准航离此地，一直到阮的船只对 Java 抵达此地了后，再搁讲吼。哦，写甲落长。好，继续看5月20。等下我要去食药啊！我趁即嘛想起来，我紧摕来食者。5月20日，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厦门，载有糖、胡椒甲一批咸鱼，炮北方。5月议会决议要甲迄只容克船。迄挂号内底物件，哇，挂号落长吼，规篇拢挂号吼。议会决议要甲迄只容克船伫个本9月14号对沙子马来到此地。一问船长以及船顶其他的人，得悉讲因伫个旧年伫个西南沿海咧抢劫，抢到100担以上的青丝以及其他货物。赚2万外纽银，但是迄寡钱一部分要用伫个增送沙子马的几个大官，或者是互迄寡大官勒索去了。为着要会当踮遮暂时来居留，一部分就是因为跋筊、开查某等等其他代志已经开了吼，因此又搁对沙子马。又搁对沙子马驶2只容克船出航，打算要搁去抢劫，但是出航了后，有一只伫个科什钦郡，讲可能是舟山群岛吼，有一只伫个遮附近吼靠浅弄歹去，迄只船的人员。所以，遮船的人员就是过来坐因的船，到了海上3天后，伫个福州附近抢得一只容克船，垮背。所以命令40个希腊人以及20个日本人坐迄只船，配备武器，伫遐抢劫，一直到等因转来。哦，我读甲诚痛苦，因为即个因啊、伊啊吼，定定拢毋知咧讲啥物人哦。伫因
之所以来台湾，是为着要来用因的米以及一寡因的现款交易撮合，安尼想要甲迄寡对北方抢劫来的货物伪装做是讲对台湾交易来，以便搁较安全来运去沙子嘛吼，日本遐，并且希望讲遐的大官吼，较莫来严查历史吼。哦，这拢是你改做迄只船啊吼，这顶头遮尔长，宣布为着要掠着迄只船，由公司来甲没收。伫即只撞客船里所找到的1184两银，112包日本米，1批铜的地鼓以及其他杂碎，吼，列有清单。哦，歹势，读到我就爱困。10:14。好，5个字就安尼读过就好了。5月23。5月23有一只洋客船对西南沿海抵达遮，来到台湾遮啦吼，载一寡粗肥、一寡朴实的糖以及其他的杂碎。另外有一只洋客船对沿海来，船主叫做沙利安，也倒迄只船来，是伫个3工前对沿海出航，再有约略差不多4搭的青丝以及再来一张一罐的批，一罐日常拢伫沿海厦门以及其附近吼，准备伊的船只，集合伊的士兵，准备绕向对南边起来的时阵，要伫个南澳附近来接击吼。批呢讲，新仔大官现在已经明白阮的意思，已经决定讲对泉州有4只洋客船，对漳州也有4只洋客船来往国家垃圾了后，就会当摕伊的通行证来交易。即件代志已经陛下强烈欢迎，所以应该会当持续真侪年。各部门也应该拢会追随照办吼，追随照办啦吼。有强烈的北方上述的刷脸也证实讲一贯和老乡中间的代志，但是毋知影迄场战役之后，一贯兄弟死下的下落如何，一直到现在拢还袂听到伊的消息。有人咧谣讲伊已经隐世吼，有人是谣讲伊伫个追赶海贼的时阵，因为围赶断去弄着海岸。确实如何，有待时间分晓吼。讲即个一贯兄弟的下落啦吼。5月25。5月25吼，有5只洋客船对西那来载有盐米甲少量的一个面环。5月27。今仔咱可能提早10分结束了吼，因为我就爱困。5月27有暴风对北边吹来，下晡的风力就开始减弱。5月28。洋客船淡水号、打狗号和曲鹏号出航前往澎湖，要去遐清水。
即个落是安怎读的？有。早一下共字典看即个读这音安怎读？落甲落哦，落甲落，鬼说拢是共款意思吼。草花落哦，草花落味，草落，草埕落，草埕落。所以，啊，若落是烧落，火烧落吼，就是火烧了所剩的物，叫做烧落。火烧落。草花落即个草花落即个落字是啥物味？我毋知哦。草花搭味哦，毋知。落飘记，并且用石头大腿刷来缀称。然后要加动快艇遣返予前往南澳艇后对爪哇来的船只。迄只快艇因为还佫需要修理，会伫咧2-3工后倒后面出发前往片湖。读个倒好，5月31日，今日甲5月读煞啦吼。5月31日无特定记载是即几工拢咧落雨，港道大涌汹涌吼。好，5月31日吼，咱读到遮。咱提早来结束吼。哇，因为我足爱困诶，歹势。好。嘿，敢有啥物补充？好，看无啥物补充吼。好，我要来休困啊。安尼，明仔载我袂当读吼，后日吼，咱后日继续。好。多谢大家。好，多谢大家，我来关房。
嗯。